夢想創意呈現，心心媽媽講故事。機械星球，作者心心媽媽。喺一個好遙遠嘅地方，有一個好特別嘅星球。呢個星球上面居住嘅並唔係人類，又唔係動物，而係機械人同機械動物。呢一個機械星球係由一位人類發明家創造㗎。呢位發明家認為人類嘅社會實在太醜惡啦，有人會被貪念蒙蔽雙眼，有人會為一己之利加害於人。於是絕望嘅發明家乘坐自己發明嘅太空船嚟到呢一個星球，建立咗一個冇人類嘅國度。喺一開始嘅時候，發明家就創造咗第一個超智能機械人，又擺咗一個皇冠喺佢頭上面，令佢可以好似普通人一樣擁有思想同埋知識。超智能機械人創造咗好多唔同嘅機械生物，例如係機械人啦、機械動物啦、機械植物等等。佢甚至仲創造咗機械城堡同機械高樓大廈添啊！呢啲被創造嘅機械生物非常厲害，佢哋唔單止力大無窮，而且仲非常敏捷。例如話，佢哋淨係需要用1秒嘅時間，就可以由地面爬到去50樓嘅窗口裏面，然後進入室內啊！同時，由於佢哋都係依靠太陽能運作㗎，佢哋並唔需要好似人類咁依靠掠奪自然資源同埋殘殺動植物去生存。於是乎，星球上面嘅機械生物都好和諧平等咁生活。發明家望住逐漸繁盛嘅星球，感到非常滿意。佢閉上眼睛許願，希望機械人同動物可以互助互愛，建立一個美好嘅社會啦。有一日，一艘大型嘅太空船劃過機械星球嘅天空，從天而降。機械生物對此都感到非常好奇，於是議論紛紛。大家快啲睇下，有一艘大型飛船降落啊！你哋估下係邊個嚟啊？咦，唔通係創造我哋嘅人類嚟咗？但係由機械飛船艙門走出嚟嘅，並唔係創造機械人嘅人類發明家，而係一個外貌兇狠、身穿黑衫、頭戴黑帽嘅高大機械人啊！呢一個巨人機械人嘅出現，引起咗機械生物嘅恐慌，佢哋紛紛交頭接耳。咦，呢個唔係機械人嚟嘅喎，佢係咩嚟噶？點解會同平時見到嘅機械人咁唔同嘅？哇，呢個機械人好巨大啊！佢身高仲高過3層樓啊！究竟點解呢個機械人會從天而降呢？原來呢個機械人係由地球上面一位專靠買賣土地斂財嘅富翁派嚟噶。呢個富翁認為地球上嘅土地已經賣無可賣啊，於是就睇中咗呢個尚有好多未被開發嘅土地嘅機械星球。富翁心諗，只要我製造一個巨人機械人，一定可以將嗰啲善良又好蝦嘅機械動物趕走。如此一嚟，我就可以支配呢個星球，擁有所有土地啦！巨人機械人一步一步走近地上面嘅機械生物，大家都好好奇，就走上前問：你係邊個啊？我哋從來都冇見過你㗎喎。點知話口未完，巨人機械人竟然二話不說，舉起巨大嘅腳掌，狠狠咁踏向佢腳下嘅機械鴨子同機械蝴蝶，仲隨手提起2隻機械松鼠，一手放咗入口入面吞咗啊！
佢仲揈手揈腳拆晒一棟又一棟嘅機械建築物啊！戴住皇冠嘅超智能機械人俾呢個咁樣嘅畫面嚇親啊！佢一向習慣咗善待所有嘅機械生物，又同巨人機械人無仇無怨。對於機械人咁樣嘅舉動，佢又痛心又大惑不解。機械動物接二連三咁受到傷害，超智能機械人非常之心急，即刻走到去巨人機械人面前，立下問佢：你點解要咁做啊？機械動物都係我哋嘅朋友，你唔可以咁樣對佢哋噶。巨人機械人聽到超智能機械人嘅吶喊，腦海竟然傳來一道聲音：咁樣做係唔啱噶。究竟呢一把咁樣嘅聲音係邊度嚟嘅呢？原來巨人機械人嘅內置程式並冇將佢設定為一個十惡不赦、無惡不作嘅壞人，因此佢仍然保有判斷對錯嘅能力噶。哪怕程式入面有99%嘅指令都係叫佢做出唔同嘅壞事，當中仍然有1%嘅未知數，令佢可以受到外界嘅影響。超智能機械人見到巨人機械人有所遲疑，就即刻繼續講：你知唔知道啊？破壞嘢對你冇好處噶，破壞啲屋你就冇棲身之所，傷害其他生物你都冇朋友同你玩噶。巨人機械人心諗：係喎，我唔應該破壞星球上嘅一草一木，所有嘅機械生物我都唔應該傷害佢哋。好啦，我唔再破壞嘢啦。地球上嘅富翁知道巨人機械人竟然俾超智能機械人說服咗，心裏面非常憤怒啊！我派巨人機械人明明係為咗破壞機械星球，而家佢竟然俾人同化咗，成為好人，太過分啦！於是富翁又絞盡腦汁，又諗到一個辦法去做破壞啊！咦，係喎，我可以派壞蛋機械人去到機械星球破壞，今次一定會成功嘅。同巨人機械人唔同，壞蛋機械人嘅電腦程式令佢被預設成為咗一個100%嘅大壞蛋啊！無論任何人同佢講任何嘅事，冷血嘅機械人都只會依照指示繼續破壞不同嘅事物啊！更可怕嘅係，呢個壞蛋機械人比巨人機械人仲高3層樓，又比巨人機械人配備咗更加多嘅武器啊！佢嘅雙腳仲可以變成巨型嘅輪子，剪碎腳下嘅生物同建築，輕易將腳下夷為平地。壞蛋機械人坐住巨型飛船嚟到機械星球，一到達，雙腳即刻變成巨型嘅轆啊！隨住壞蛋機械人剪過路面，機械建築物紛紛倒下，好多走避不及嘅機械生物都被壓扁晒啦。就連富翁之前派出嚟嘅巨人機械人都逃唔過被壓扁嘅命運啊！雖然見到自己嘅家園受到破壞，超智能機械人仍然堅持自己唔可以攻擊壞蛋機械人。佢認為喺任何情況下，佢都唔應該傷害別人，而係應該好好咁對待別人噶。情急之下，超智能機械人利用咗皇冠傳送咗緊急求救信號俾人類發明家。人類發明家知道咗機械星球嘅情況，就即刻帶住自己嘅發明乘坐飛船趕向星球。原來人類發明家非常聰明，除咗創造呢個機械星球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發明噶。佢帶住佢嘅新發明縮小蘋果，打算一舉拯救機械星球。人類發明家指令機械小鳥將縮小糖果掉落去壞蛋機械人嘅口入面，壞蛋機械人瞬間就縮細咗啦，
變到好似一粒米咁大。發明家即刻將佢混咗入一個樽裏面，又連接電腦，改變咗壞蛋機械人嘅程式設定，將佢變返做一個好嘅機械人。地球上面嘅富翁知道連壞蛋機械人都俾人收服咗，無可奈何，唯有放棄呢個侵略機械星球嘅念頭啦。從此之後，再冇人去入侵機械星球啦。機械星球裏面嘅超智能機械人、機械動物同埋機械植物就一直喺機械星球上面快樂咁樣居住落去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想聽更加多嘅故事，又或者想了解我哋嘅個人化兒童圖書系列，歡迎登上 www.readmyname.com， 又或者去 Facebook 搜尋 Read My Name 香港，讚好關注專頁啦。